心车驶来看苗栗一个姓陈的查某人哦，带一个2个月大阿婴仔死隔会袂倒。台中警方抓到人，嘛查到海洛因甲安非他命。另外，台中的警方在抓犯人，结果这嫌犯煞开车弄警察。警方全副武装来到一间铁厝外口，因为因接到情资，47岁单身犯嫌长期伫咧卖毒品，人是藏伫咧苗栗后人的这个租厝的所在。原警真紧的破门，发现单女手中还佫抱着一个2个月大的红婴仔。警方若是当场查到23公克的海洛因甲安非他命，还佫有吸食器、电子棒啊5万外块等证物，还佫协助泡牛奶来安打红婴仔。台中市刑台查缉毒品案溯源，追查到单女常常载着红婴仔到各地来卖毒，专案是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，而且通知囡仔的父亲带回去照顾，也请当地的社政机关介入了解。经搜索查扣，1、2级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共17包，约23公克，吸食器、电子磅秤分装袋1批。全案依贩卖毒品罪嫌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。台中当时也有毒贩被捕。和平分局的员警12号伫咧一个停车场埋伏围捕罗姓犯嫌，对方是开车要逃脱，警方先开枪拍破伊的脸啊，搁再破窗叫伊落车，顺利制服。员警以侦防车阻挡进行围捕，犯嫌见状欲倒车逃离，员警对犯嫌车辆左后轮开一枪，击破车轮，并击破车窗，将犯嫌逮捕。警方现场是查到戒毒的工具、手机、分装袋啊等证物，因为伊是先收钱了后提供毒品，专案是扩大搜索侦办当中。记者苗栗台中报道。